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咱来读这个台湾通讯网报第312，要来读第10页，张宝明老师所写的这篇阿星伯这个人，所以有兴趣会使来做伙读了啊，应该再看较侪资料啦。可能 Clubhouse 这条街可能就爱。我淡薄时间，把这个连接分享者，可能想我敢有需要大家你济，因为当阵啊，大家你济迄个效果，我嘛毋知到底有啥物效果，可能有啥物效果吧，毋知影。有兴趣的朋友啊，顶悬这个，我袂囥迄个312期这个国家图书馆，台湾图书馆啦，台湾图书馆。所以，这物件要安怎讲？就是你网络顶悬啊，任何人拢挺好自由运用。当然有一寡所在有限制，迄个我也无知调，我无大哩。所以因为当阵啊，一个迄个说，要伊的点就是，某一种程度来讲吼，搁较安怎传嘛传袂遮稳啦。有个人嘛毋知哩。传到便便啊，毋知是叫鬼迷去，还是安那？找无就是找无，我嘛毋知影啥物原因。所以讲参考啦，我伫迄个确认所在即个迄个是迄个啥？临时的迄个讲台语当就是，我感觉即个是袂歹，内容嘛真侪啊，所以讲参考。我看讲大声，大概这么济，某一种程度来讲，开淡薄时间了。好啦，佮大家即个教务的迄个啥，字词典好啊。其实进前应该来使打迄个输入法吧，迄个教务迄个输入法，2005年9月上网的啊，会使讲参考。好啦，讲你来罔听，我伫我就讲。都学内拄好，时间内拄好。特别时间咱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歌册。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意，我来读即个，我要读即个啥？陈瑞生咧所写的《乡土宝记》啊，因为《乡土宝记》我敢若过2年前，听到有人伫咧讲啊，只是迄个时阵无机会，反正就是今年才安怎讲，提到手就对了。当然改成即买啦，提到手。所以我哋就是讲参考。好，后少1分钟的时间，我继续来读。画头，这是陈瑞生的所写。伫台南县善乡的盐分地带，甲嘉义乡小隔壁，有一个小所在叫做客家。以前啊，这是一个富裕的乡镇，但现在啊，若是去到遐丢地看，嘛要看会到一寡向时好野人的物件。有一时客家会使讲是姓黄的乡里，凡是看会到、达会到的，拢是因的土地。人讲用行的暗透早行，暗透早到透暗，都行袂出姓黄的田。即马伫遐也有真侪姓黄的家户，大部分是客家讲的后代。关于即个客家讲，有一寡技巧的传说，老大人迄辈也有人讲会出来，较少年的就无人知影啦。总是公路边迄间黄是宗亲祠大厝内面，也有一寡记录的物件，通做参考。迄个精饼擦，互人斩头的时，才24岁。照讲在世无亲无情，单身一个。单身一个，头斩了，衙门的工仔，甲拖出去无人所到的野地，凊彩涂骹乌一困，一堆土坎的准时，无干柴，也无徛牌啊。但即个精饼擦虽然做人真凶，抢钱抢人，也捌杀人，
总是到尾难，着一点仔后悔归身的心意。迄顾家迄顾家看伊孤单一个，无人提米来巴结，无油水的好处，拢无咧插，加减也家己刣，有时骂歹喙，有时拍皮肉，夭寿也不管伊。迄内面单单有一个少年心来，叫做阿姨。这个到底是年年有余？有好啊，可能读文音的可能较好势吧。就是可比讲一个人怎啊，孙庆余晓，就是加庆有余迄个余安尼，应该是有吧？我确认一下。当然伊的意思就是讲，有春无春，会春袂春，有中无中，吼，中偌济，春偌济嘛。毋过照即个字音来读是，我来找孙庆。啊，伊遮的文章其实，进前咧读，有甲伊拢有人读啦吼，叫啦阿有啦，伊叫阿姨袂输，敢若咧叫老母的姊妹仔咧安尼，叫做阿有，毋捌家门的风俗规矩。差不多啊呢，时间到，好啦，伊即段有两段头，两段头。毋捌家门的风俗规矩，无计较伊，会甲伊同情，提水互伊啉，嘛找米互伊食。这因为我会记迄阵伫读大文通讯网报的时阵，大文通讯1991年的迄个版本，敢若毋系到第几期的时阵，就有陈维生的这个作品，这个乡树宝记，伊就做几落届，敢若8届啊几届连载。迄个时阵其实读都袂熟吧，伊就是一回是介绍一个人物，而且是一个人物可能会介绍2回还是几回啊？看读起来含迄个传统的迄种小说还是文本，敢若无啥相款，所以迄个时阵无真深的印象。总是有听见人咧讲，规个小说敢若4-500页几啊。佫主要是上面是，有听到一个词，听伊讲，伫揣台语内底，就敢若乡土宝记内底有用到，就是讲一个通去到金鸡啊因遐，迄个通字。当然尾啊，张瑞王教授迄本《体制台语小词典》内底，当然嘛有收即个通啦。伊台语就是不了外跳的，所以有当阵啊，无迄个生活情景的时阵，较想影。若无听过无底听，你要用会出来啊？无可能的啊！无种朋友，迄困难度太悬了。上困难就是对0到1嘛。你若1了后，你要1到100，迄有当时1到100的时间拼0到1的时间，搁较短、搁较紧、搁较快。因为你0到1，迄真正就是爱无中生有啊。好，咱来读即个312期第10页。三年志愿来啊！安尼伊即天其实差不多算1页尔啦吼，安尼是毋是我先我几条针2、3、4、5，算5段好啦。上尾段5段，佮下页也算上长啦吼。安尼是毋是3年你先读2段好无？志愿你也读2段，因为拢咧共1页。下页我才来读。玉林嘛来啊？好，玉林什么按下吼？玉林什么读后一篇好啊？第3世界这个，好，来，3年你先谈2段。好，来，这是阿新伯，这个人是张宝，对一个，保重。宝别，哎呀，我真想不了。来，再去进行拍青，生笑拍青，春手搭
两情啊！我奇怪，咱头前几年丢毒炖底是安怎呢？发生什么代志？两情，春秋甲床头的无伫头早无神的目睭看对远的田园去，头壳拉白，白皮线感觉淡淡。厝隔壁的阿新伯讲伊是金门人，将来一定剃骨仔生，是毋是变调的国家？剃骨仔生，剃骨仔生。哦，剃骨仔生，天坐伫大厅医疗，微笑的面膜啊，四旁带骨感。手拿的是一支圆形石头做的拐仔，非常的特殊，到今也会记。好，感谢志宏啊你，我若甲客落来，连咪才会头前，来，志宏啊你。阿成伯有的记忆是对三岁伫派出所互养爸领转来饲开始。第一段会互养爸饲，到搭永远是一个秘密，一个遗憾。细汉无兄弟姊妹通做伴，干那答应养爸相依为命，养爸拢家己带伫身边，无互去读册，四界去做线工，到甲伊大汉会斗趁钱，也是人咧出力，无事做，嘛毋敢踮外口拍走，就会甲厝里摒扫啊清气淡，连换顶灶也免养爸操烦。少年的阿成伯已经是一家之主啊！我对伊讲这个表情，看出伊的自信。一段毛。两段，你读两段。无怪伫18岁开始就分囡仔来饲，查甫查某拢有，真啊有5男4女，互伊专心读册，互相照顾。等啊大汉就互出外去趁食，厝干那大汉养主留伫咧厝斗相共。后来大汉养主爱来投园食公家头路，就对咧搬来带桃园，到甲娶新妇生查某孙。原本换顶灶以外，就国家也是，我是读国家啦，也是国家骗囡仔哦，加，即个是我无确定要加啊加。原本换顶灶以外，就加远，可能加远。原本换顶灶以外，就加骗囡仔的工课，实在是十全的都落命。我可能会读10算，因为真有两个词嘛，是全大补汤无问题嘛。啊，若毋是全大补汤，大概我是读10算啦。啊，目前应该就是这两种读音啦。理论上无应该组合出来另外第三种、第四种。虽然讲这两字伊会排列组合，用数学来讲有4种可能，毋过理论上目前咱拢是讲是全大补汤，或者是10算安尼啦。啊，当然未来。相对少年的，伊竟然我都组合出来第三种音，然后甲伊，互伊有第三种意思，这我也真歹反对。好来，我先读这段下页吼，啊，顺入来，连咪后壁一篇第三世界的迄个誓言，伊是节录的，才互恁读吼。15年前，大汉养子规家伙仔移民加拿大，就甲伊送来英灵之家，真简单，无人行骹到，伊无怨叹嘛无后悔。只是感觉虚弥难定，讲这是运命安排。伊看真开，
见摆我来，伊拢会讲一遍遮个故事，互我听。落做日，落做日，英灵之间接到阿新爸汤厝边的电话，讲阿新爸偷走转去厝，找无厝伫附近玲珑西，找无厝伫附近玲珑西，规个人心狂火热，是强要欢去。好佳在，互迄个厝边甲带转去休困，料想袂到，昨下晡我照咧去看伊，真毋甘。伊昨知影就转去故乡啊，拄好伫96岁的生日即天完成愿望。当然愿望，敢若是我无确定，当若迄个音吼拢会读蛇去安尼。好，毋知真啥桃园的阳明之家吼，伫迄个八地迄个啥，广丰路向，敢若114个县道的款无印象中。较早遐是迄个做国防大学，啊，然后遐日本时代讲有迄个啥跳伞兵的训练基地啊。日本时代遐就是有一个算军用机场就对啊。当然即马应该看袂出来有迄个跑道的分界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有一个词啦，吼，当然，迄个叫做啥？养爸养母，甲养子养女。印象中，我会记得打一开始的时，敢若若是爸母，敢若一个音尔。啊，若囝字，敢若是有2个音。因为养爸养母，啊，若养的部分就是有养子养女安尼。啊，当然，即马就是讲，现代社会即种关系可能较罕的，也是数量加足少的就对啦，毋像有较早啦。因为较早，做一句话讲嘛，生请一边，养的温情较大天，也是爱读做养的温情较大天。因为我个人咧猜想就是，为什么有养甲用即个情差？伊敢若是咧讲相对下甲下对上的情差。我印象中是安尼，所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对啊，拢养女养女，伊是养嘛，抱来抱的。我伊是新妇啊嘛，啊当然伊就是养啦 ，IONG 第2条啦。啊若我会记老爸老母就是养啦，养爸养母啦。啊，毋过即马就是拢已经迄个啥，啊，就无咧讲台语，也要太有即种台语的字词音的情差，就无咧讲台语，也要哪有腔口差。所以啊，总是若有想到有知影，就是提出来。罔分享罔参考安尼啦，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即篇有看到一个词诶，甲迄天咱读的迄个等待日记啊，等待日记内底有一个真做真唱秋，吼，真做真唱秋嘛。啊，即篇是一个倒做倒趁钱，所以这敢会使算？准对有啥物想法看法？这是我就讲，伊这嘛是毋是会使算作是 ABAC 这种故事法的延伸？我就讲这种 ABAC 的故事法啦，就是对他字他词开始的，对无？这篇头一段的第一段，两亲，迄就是他词嘛。啊，他词他落去，伊这个是 ABAB 嘛。这个词敢会使换做两亲？毋是讲袂使，啊，毋过我个人感觉敢若伫遮直觉敢若佫无遐适当。当然，我就讲空气在人格的，令你家己写的时阵，你要家写两亲，我感觉毋是袂使啊。
对，迄个塔字啊塔数嘛，你数要安怎塔嘛，对无 ？A、B 分别是一个数嘛，对无？清气，到底是清气，还是清气？这两个语境应该无啥相款，对无？300、300、甲3388，这两个数塔数了，迄个语境还是语义应该嘛是有真差的。啊，所以这良情，就是可能秋情的概念吧。啊，你敢袂使讲凉庆？我讲，我毋敢讲袂使啊，就讲看迄个写作者伊安怎去表现嘛。然后他字他词，他字的时阵，佫会出现，会使变成 AAB 还是 ABB 嘛？就讲迄个 A 是，我是动词啊，形容词嘛。然后就3字嘛，佫来就4字嘛。啊，所以今仔日读到我就想，斗做斗趁钱，顶一篇读到真做真唱秋。啊，即种诶是毋是就会使去想出来？我就讲嘛，这可能就属于塔数了 AB 变化出 ABAC 还是 ABCB 即种诶了，就变做这啊，斗做斗趁嘛，啊当然咪趁钱就甲钱讲出来嘛，啊真做真枪还是真，因为唱秋就是讲足青硬，还是足摇摆，还是足安怎嘛？啊，伊找无一个字来代替，就找两字来代替嘛。你有可能会使去想出来，唱秋去找一个字来斗，啊，就是真做真安怎嘛？我感觉毋是袂使啊，对吧？所以4字5字，迄个真正是在人去运用嘛，就敢若迄足晦气的，你知无？对，晦气，啊，有人要加强语气，就变晦气晦毒啊！啊，迄个毒为虾米就无意思啊？伊只是咧强调讲，实在是有够晦气的，你莫甲我乱啊！好，迄足晦气晦毒的呢，袂做即种的啊。所以台语有足侪即种安怎讲活条的所在嘛，对吧？暗面蒙要蒙啥？蒙猫，暗面蒙猫，蒙猫无够，比如暗面蒙山猫，反正都是台语人活条的所在啊。啊，所以不幸的是，即马就是讲台语的人无遐尼多，啊，无都大家互相激头壳。吼，你讲一句我就甲抹架起哩，你讲一句我就甲伊洗一个海音字词嘛。即种诶，咱进前伫咧读迄个啥，拢都过内底嘛有出现嘛。我有炸3哦，人家爸讲，炸4甲炸5，咱讲啊，啥物4甲5是啥？结果是3、4、5，迄个数字。呵，毋知咱第一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高明老师嘛，真正真了解啊。来，请讲。我来讲一下那个时代的比较。比较。阮迄阵较早，若是囝若生做，迄个若查某仔若毋伫的，会送去迄种，我讲较白就是吉利号啦，啊，囡仔屁都卖出去啊！囡仔屁都卖出去啊！我毋知影呢。反正卖出去就对啊啦。啊，就以起家己厝的生活。是，因为阮迄个无言，我毋捌看过无言咧，讲佮捌向下阮阿姑讲，你敢若佮毋听话哦，甲你卖去暗间啊做趁食头，实在是足恶心的。伫迄个时代，日本时代，佮有迄个啥，我嘛记毋着哦，就是我袂记是，毋知是直接戳死，还是摕去弹，还是摕去卖人，还是安怎我袂记，因为就是一直到呾，也有人会感觉讲一定爱出丁啦。啊，毋过2026年啊，台湾就是恁两阿某生出来囡仔要生啥，就是恁两个翁仔某讲就好就好啊。哪有顶世纪去讲啥物爱抽低尾税，还是爱招，还是安怎，根本就无啊嘛，免啦嘛。啊，毋过毋知啥物原因，煞有人一直搁坚持讲啥物一定爱出丁，好神奇啊！即摆。有要甲你嫁娶生一两个，互你耍，互你偏芳者就袂歹啊，搁想要出丁咧。啊，当然，换一个认真来讲，就是现主是咱看会到的，吼，至少可能我看到的，就是颠倒生查某囝是较大心的啊。迄生查某出来是，有当时是啥气心落命啊，吼，很熏功会德的啊。所以日本时代敢若就是有去禁止即种代志嘛。啊，当然迄嘛是安怎讲，
日本来到台湾的这50年嘛，算是互台湾现代化一个不了重要的50年嘛。当然好啊歹，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迄绝对是毋是唯一的啦。啊，当然你要摕一个点，一直甲摕出来，然后一直甲啪，我感觉是无即个必要啦。总是大概无通否认，就是讲日本时代50年是台湾现代化不了重要一段时间嘛。啊，历这50年，所以中国国民党来到遮4年就甲轻甲打尔，真正是夭寿过咧啊。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咱先来读，来俊迪。顶一篇啊，迄个我看第7页啊，就是等待日子正手边迄个第4章，对无？歹代真做真唱秋啊！所以我就讲，这是属于 ABAC 的变化的，变 ABACD 嘛。啊，即摆第10页即个倒做倒趁钱，伊嘛是 ABACD 啊。所以这是我联想到讲，算是他字的变化啦，对无？伊就是第7页是2个真嘛，对无？真做真食，对无？可以做食的，喙屎。哪做哪食是安怎嘛？啊，就是倒做倒趁啊，有倒做倒趁，这我看嘛会使算作是 ABAC 的这种他字了后的一个变化呢啦。啊，当然我就讲啊，目前我的群组内底差不多半年吼，就有人分享讲什么，吼，这32句你若会晓读吼，你表示你的台语是什么高级的啥？啊，来到什么垃圾叉摕青帮白帮啊，乌龙蛇道，什么，反正丢骹转一大堆种4字词，迄是 ABCD 嘛。啊，你真正去甲看的时阵，迄嘛是有对比的关系啊。就是 A 甲 C 原则上是一组的 ，B 甲 D 原则上是一组的。就讲伊可能你拢咧讲五行，拢咧讲动作，拢咧讲一个五官，吼，是拢咧讲色水，还是拢咧就讲当然你要设一个。天差地，迄嘛毋是袂使，看伫空气才能激的啊！啊，只是我就讲，大概我印象中2020年开始吧，我差不多半年，我即摆感觉差半年，或者是20，反正至少这2-3年啊，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就有人搁甲迄摕出来溜，你知哦？讲你若会晓这32句，吼，你的台语就高级啊！真正就是看甲台语看啊，遮尔浅的，甲台语看啊，遮尔浅。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就是譬如讲，人家演诵啊，弹演后啊，对，就是类似即种诶啊，啊，只是讲现弹现好，吼，现正现爽，这就真正是 ABAC 嘅4字词嘛。啊，种4字词，伊无一定是啥物实语，吼，无一定是啥物咱固定讲诶迄种，伊最可能现做诶啊，就是。哪行哪食，这就是哪 N1 哪 N 哪 V1 哪 V2 嘛，对无？哪有哪无，吼，哪来哪水这种的嘛。啊，所以现正现好啊，啊现弹现爽啊，这种是等于是按他字发展出来4字词啊。啊，这反正你若认真要去写，讲你有才调写1万句出来，我嘛袂晓伊啊。听讲。你记者看要去斗啊，拢嘛会使啊，对啊，这是活的啊。好，安尼，咱先来读后篇。这个叫林乌娜 Carol， 准定拢还袂通嘛吼。啊伊悲惨世界台语版书吼，伊敢节录了尔，因为我毋知咱台顶朋友敢知影，或者是敢捌读过这本悲惨世界，因为我做侪当前看迄个悲惨世界，假使是一个国校的先生啊伊翻的，啊毋过伊可能我想讲是毋是伤悲惨啊？啊尾仔伊就无搁出现，然后就做罕看到讲伊伫即个台语课啊伫走跳，嘛无其他的即个译作嘿，悲惨世界。感谢Sunny吼，因迄阵。我是敢若算买到第2版的吧，伊第1版是拿破的啦，啊第2版的时阵是
红皮的啦。啊，迄个时阵，因敢若是高雄的，我袂记是国小啊、国中的老师，反正因就几落个嘛，什么吴雅茹、林彦婷、杜丽梅、陈依玲、张燕玲、高幸文、张玉丽、简珍怡、简慧珠，即几个人因去翻嘛，啊可能有人安怎讲，自头甲伊损过嘛，因为每一人的迄个用字用词无一定相款啦。啊，当然，因伫咧处理的时阵，其实迄个时阵我读的是，我袂记我当时读完，反正即本来等于是当时2019年12月出版嘛。啊，我敢是2020啊，当时我袂记起来，反正就是我应该就是我就读完，因为即个故事我会记咧，较早伫学校读册的时阵，大概就有听到过。啊，你若去 Wikipedia 查《悲惨世界》，这是啥物？你看中文讲啥大众马相的作品吧？嘛大众马小众我袂记起来，歹势，因为诚久读的迄阵可能是读Hugo 啦，歹势 Hugo 的作品嘛。啊，迄个时阵其实大概对我来讲印象中2000年左右啊吧，可能嘛是相对较大量读过遮个外国的算讲经典文学就对啊。啊，悲惨世界伊原来嘛有迄个啥拍做电影。上新的迄阵应该是应该是 Hugh Jackman 吼，啊，搁迄个啥 Anne Hathaway 吧，是吧？Anne Hathaway 敢若是演迄个悲惨的妇人人嘛，啊Hugh Jackman 敢若是演迄个市长吼，啊，搁另外一个是演警察嘛，啊，所以这敢是法国大革命进前退后的故事，因为迄时代我印象中，敢若搁有迄个啥亚历山大，迄个有做啥基督山温修记吧，我印象中。啊，当然悲惨世界这较近的作品电影是迄嘛吼，啊翻译做台文本的是林彦婷因翻的嘛吼，啊过来就是那是2014。还是当时，就是讲你敢有听到什么，有一个医师甲迄首歌，应该是电影的主题曲，啊，甲伊翻译做台文版的。啊，尾也敢若是因为版权的关系，全无搁摕出来报送，还是安怎？因为第三世界即个作品其实应该是真做公共财啊，以文本来讲，啊，毋过其他的形式就无一定啊，所以。迄个时阵，敢若嘛全，敢若讲有不了侪人有无共的意见是我看法，所以你去找迄个什么，等下你敢有听到林明山？伊迄首歌就是有当然原底法国的故事应该一定有法文版，然后英文版，啊嘛有香港的广东人伊咧唱的版本，吼，法文、英文，广东话当然嘛有中文版，啊，所以有一个吴医师吼，我袂记。皮特伍还是送袂记只，伊就改翻译做台文安尼。啊，所以2019年因出的这本册，然后伊就甲迄个啥序言节录伫咧第12页即大只。啊，所以是毋是咱对遮无读的朋友，是毋是来读这篇？有零星读过啦吼，乌娜、Carol、准迪安尼，伊可能到12、13、14啊，迄搭遐。好，来有另外一先读。悲惨世界台语版书节录林彦婷。台语教育前到担要活20档啊！少年辈台语能力却愈来愈后，社会大众嘛普遍无重视。台语老师有心在推捒，嘛定定感觉有手剩无路，有骹行无步，亲像浸水面西歹拍。发心做即个工课，迄个下到一段咧，下到一段。佫一段。哎呦，歹势。囡仔透过台语课本、绘本，接触台语5岁10色的花园，较大汉的会当请台语老师引带，
对台语文学作品起头，看看认捌台语的水。世界名著的台语翻译版本，就是对即个想法做起的。发心做即个工课，成功咱的想法甲目的。第一点，翻译悲惨世界台语版，互台语文学对会着时代，嘛会减踏我翻译名著的空。应该是嘛加减，嘿，嘛加减，我想哪会晓奇怪？嘛加减，所以我甲你插，我甲你感觉奇怪。嘛加减踏我翻译名著的空，互台语文学有较直白的内涵。第二，翻译悲惨世界台语版的内容，无透南华语，嘛无用台华语对照，培养用台语思考、翻译、改写的人才。你讲有几啊？到14啊，14啊是头2段尔，嘿。好，安尼换人读好。好，感谢啊。来，有闹对着无？读完2点，伊这有写5点啦。哦，读2点是无？嘿，毋是，我是讲我爱读到。你读可能至少读3点吧。哦，好。你甲这页读完好啊？好。透过悲惨世界台语版，互阅读者、学生囡仔的台语阅读甲写作能力会当同齐提升。是透过悲惨世界台语版甲世界名著直接提升台语文学伫册店甲网络顶的地位，展现台语作文的特殊甲多元性。第五，透过悲惨世界编写的应用，成做后摆要翻译其他世界名著，亲像老人甲海、小王子、安徒生童话、小拉方斯、Sherlock Holmes。即摆中文敢是该翻译做啥物福尔摩斯啦，翻译上中。Holmes 嘛，嘿啊，探案集啊。探案集顶顶的经验。你搁读一段好啊，第13页，你是毋是搁读一段？迄段算是遮因伫咧算上画头即个遮啦，吼。好，悲惨世界台语版是一款创作，嘛是一门艺术，因为翻译的时阵，毋但爱翻出作者原本的意思，爱搁思考要安怎用台语的语法思虑开口，呈现原本精彩的内容。伫台语也未有介济人惯势读写进前，就翻译世界名著，嘛提供写作多样化的空间，自然有伊传承推萨的意义。好，感谢啊。来 ，Carol 啊你。无听到声，是无开麦克。是安怎要杀？介绍。悲惨世界，世海茫茫，阮选法国大文豪雨果真生的名著《悲惨世界》做世界名著翻译摕咧头笔，确实册名甲内容拢甲描写即个足悲惨的世界。雨果先生写甲大抵要表达啥物？奥丁人的母性，互伊一直到过身进前，拢咧为伊上爱的查某囝赚钱，找出路，将万良
就高世福出来，那是坡道的道嘛，高世道是一个人的名。高世道哦，这是人名哦，高世道出来，伊出庭自首，佮就无辜的上，这起码是人名吼，想要丢一命，就尾甲伊上毋甘上疼痛的高世道交互伊。对下水道救出的马修斯，新传两个少年家上纯真的爱情，这是虾米款的责任感，也是赎罪的精神。就算规工掠招梦良顶顶上，崔建古要甲掠转去关刑警下白，伊嘛坚持法律，落尾。甚至放将梦良走，煞无才调放过伊家己。啊，你搁读一段，后壁有一个乌体字遐。话搁倒转来，话讲倒转来，是安怎要顶悲惨世界？因为咱若斟酌读读，不过先生其实是咧甲咱暗示。敢若伫上黑暗的时代，才有法度反射出上水、上善良、上正办、上高贵的人性。好，感谢，安尼准定换你。阮的处理方式甲态度，阮册会用理甲标音，是遵照教育部书典的推荐用理来如拼音，因为大家拢是头摆反映领导。打开始较三无长，先拜托由阮严教授做资讯教授，甲整体的方向掠好条。第三世界原版是用法文写的，经典面，请吧，请，这请几听有都爱请。阮特别请专精法语的钟树峰老师做阮的顾问，提供专有名词、人名、地号名等等的翻译参考。上重要的翻译内容，阮翻译也。因着分，因为足侪人的，因敢若5、6个、几个去翻译嘛。啊，因为最后成果是238页嘛，所以就是可能迄4、5个几个，我看这2、4、5、8个、9个，因为迄9个人去分配嘛。啊，所以才来讲是翻译页，就讲日本册偌济，啊，要安怎翻译啊？伊的意思是这个啊。阮翻译页分配了定个进前翻译老师会互相参详，到好落尾，搁请方宗宪主任贺福州老师总教评米乱做即个事，做即站事工。另外，阮嘛无少读书，请专业的插画甲册本设计师吴伟华导师甲伊的团队，伫文本内底插画设计方面方底内凹，就是因为封面甲内底迄有一个算猪皮嘛，毋过就凹入来迄块哦，做内凹啊。注意有质感的设计，才会互人读起来感觉
拿来拿处理水准气质，中基本爱感谢公司台语台主播吴国珍先生台文通讯广播总编辑兼李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丰贵小姐，101个台语作家以从前是专工写小听，哦，这本册国卡风采，咁要考了。来，我读好了吼。话尾，第三世界自1862年初版到今，那已经改编做戏剧、电影、歌舞剧，甚至红仔册，搁互世界各国翻译做20外种语言发行。即马咱的台语嘛有翻译本啊。总讲一句，以上是这本册的美角甲处理方式态度，总是有真侪无条文的所在，请各位前辈保证。这因为对咱来讲，或者是对我来讲，就是理工局基金会因咧处理这文本的时阵啊，因会甲伊调整做因的用字，啊实际上啊，因这个小说大部分拢是用汉字。敢若除了可比讲伊讲到人名，伊用对照表的方式，所以拄只克罗咧读的迄搭遐，吼，伊真正就是乌丁拿，吼啊，啥物高世德啊，上马丢，吼啊叫什么？马修斯，什么？贾梅张万良，伊有讲嘛，伊就讲伊这是法文版的，所以因就是有去看讲，法文版的迄个名是安怎读念，啊，甲伊翻译做台语安尼，伊就讲嘛，伊无要去看华文版嘛，啊，这对照表啊，地号名、人名拢是共款的处理法，吼，我学袂念。法文原本是拿破仑，伊就改翻译做拿破仑，啊，华语就是拿破仑。啊，因为你若甲拿破仑这3字变成啥？拿破仑，就是讲，人名、地号名这个部分，咱台语敢细汉的，咱台语敢是中文华语的卡啊，还是啥？细粒屁的，拢爱缀伫咧中文华语后壁行。中文华语翻做啥物中文，咱就读迄个中文的汉字，嘛，读迄个汉字的台语音，敢是要安尼？我相信因咧处理的时阵，可能和我相反啦，袂严啦，因为可比讲的mixer，伊就甲伊翻译做米西亚，啊，伊的华语版是甲伊翻译做米里埃。所以不能名啥物吼？乌丁拿伊是 fountain， 啊 fountain 伊的中文就改翻译做方婷。当然，这人名的处理就是讲，可比讲，台语就是有一寡无 F 的音、无 V 的音嘛。啊，你拄着这种字的时候，你要安怎处理？就讲嘛，悲惨的笑的就是阿嬷要去买火炉嘛，对无？伊头壳内底就无迄个声音嘛，啊，毋过伊听到是会自动去转啦。啊，当然有一寡名看到交代，你哦。不要成中文名，可能什么第六地，吼，Ternity，还是 Ternity， 我唔知，吼，所以人名这个部分，当然我就讲嘛，头盖出现可能会使用对照表的方式，啊，在这个小说内底，伊就是用迄个啥，出场的顺序去用法文、台语，法文、台文、华文啦。啊，伊就啥？法文原版、台语版、华语版，所以咱是毋是会使安尼讲？或者是用我先安尼讲，我先讲先赢。语言是声音，文字是符号嘛。伊敢若已经写做符号啊，照理讲无应该甲伊称呼做台语版啦，这就是台文版啦，啊，所以变成讲。伫伊即个小说内底，伊
伊拢是用汉字，甚至我就讲嘛，伊有一个汉字，乌索索的写字，伊迄个写字就是写罗马字2019年2019年迄个时阵，教育部伊阁也未现主是即种叫做啥？逆推本调，伊就是伊的写字是安怎写？伊写字是写 SIAT， 然后有一个数字细细字写伫下骹 TSUH， 数字3细细字写伫下骹。因为即字可能算外来语，所以佫有一个注解讲，写字是啥物意思？咱若知的人其实就知影，伊就是 SHIRT 所以其实当一开始的时阵，咧处理较是有影，你会拄着过去拢无的经验，要安怎处理？这个小说我发觉到有一点就是，因甲地号名甲人名拢画线。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会记住？较早你学校学的时阵，迄有做啥物？诗名号晓，是毋是？就是人名、地号名嘛。就是画顺嘛，讲这是一个人的名。毋过即马你可能真罕咧看到有人会去要伊即个部分啊吧？即个小说我咧猜想，可能因为是因是学校的老师，即个物件是伫咧教育系统内底会出现的，所以有可能因就去要伊即个部分，伊就甲所有的人名拢总画顺，或者私名号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然后伊看待即个叫做台湾通讯网无伊是算节录，伊就叫写嘛，节录伊就是甲一寡安怎讲？我毋知影伊为怎样有诶这家摕掉，迄家摕掉，这我毋知影。总是伊迄个啥，想要讲着，啥物人写书文，啥物人推荐，啥物人啥嘛。所以即个部分我感觉在迄当时啦，因为即篇文章即个词文内底有讲着嘛，老人甲海小王子，小王子就是蔡雅青已经翻译啊嘛，老人甲海敢若是已经，倒一间出版社要出去是安那？我就讲伫网络顶悬会使找着由万来副校长有家翻译啊，只是伊无去出版嘛，伊就是直接翻译伫咧网络顶悬，互正人看。若迄个啥物Sherlock Holmes 改翻这肖拉红书Sherlock Holmes 嘛伊我会记即马中文较早就是啥物福尔摩斯什么福尔摩斯侦探的啥物会嘛，伊就改写探案警嘛，所以这世界名度就是讲，已经将这个公共财将这个公共财对出版的人来讲，伊就较免去处理即种。版权的问题，当然，那照伊这个事言所讲的，咱这基础有拍过了后，甚至较新的作品嘛，听说迄条翻译的钱，还是迄条版权的钱，甲开落去嘛。我就讲即两工仔听迄个声，开钱声去访问，春山出版社的总编辑，翁水啥歹势我袂记啊，伊叫小瑞讲即摆应该是一个真好的时代，听我来写作啊！不管你要写啥，反正就写来就对啊。好，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应该个使来读后一篇吧。想讲后一篇即个可能真侪物件会读到巴肚枵袂安尼。我看会几段，1、2、3、4、5、6、7。7段晓，好啊，安尼可能1、2、3、4、5、6段，毋过有一段不哩啊长，即个是毋是该切掉啊？好啦，安尼讲读一段啦吼所以我读一段3年纪元玉林有呐就读到即个15页煞，然后16页 Carol 读。尾段才准备读安尼，伊迄有一段落等安尼。好，来，咱来读这篇。台语亲子共学团录影游记，杨振嫣阿燕。2019年12月初7，我带阮某甲
阮囝参加阮人生头一道的露营，上界深刻的是，即2天一暝，阁是100%全台语的亲子露营。好来，3年你。我来啊，这吼，因为阮规家伙啊，拢是头摆露营，赢吧，露营，露营，共赢呀，营业跳 Q 早，叫华语看去。对，虽然大部分的用品拢决定要直接用做的啊，毋过伫即天正式来临之前，阮还是走大卖场甲露营用品专卖。露营用品专卖店几若转，嘛伫网络顶敲找各种露营高手的文章，足惊会有啥物件找无着。好，感谢。啥物物件啦？两个秘密嘛？啥物物件呢？好，来，志愿换你。好，即天总算来了，天气象报告，即天检测是即阵仔上寒的日子，而且即两台语的语音落去读我较袂晓。而且北投几啊坑，伊可能迄个当然即满拢改号做贵珠坑啦，啊，毋过我印象中伊迄个地位号名，敢若是要讲几啊坑啦。啊，中国国民党来到遮，伊看到无介意的字，就拢学袂晓改安尼啊。开始。而且北投几啊坑，即带风实在有够透，算叫的风南掺着湿啊雨，北面会寒甲死准。若在出门前，阮某就交代我爱穿好足烧的。到现场无偌久，嘛有其他的家庭准备的烧茶通啉。虽然天气寒甲会干，毋过身躯犹原烧热。好，歹势，我难溜去，有另外你歹势，应该是吧吼？是毋是5零啊？对吧？505啦吼。歹势，我借问者拄则新闻有听有着？有拄则有，嘿，你有读啊？烧落安尼，嘿，我前面知啦吼，我都无想去回着。啊，玉林，就我，对，过来就准备要起厝咯。即回总共有14个台语家庭参加，内底有迄种逐礼拜拢在录影的歌手，嘛有像阮即种连内中外中拢三无长的老爸他。总是因为现场有歌手伫咧，所以我将来毋捌烦恼会有天道，迄是天道嘿，天道。将来我毋捌烦恼有天道做袂起来，即种代志实际上嘛含我按算的差不多啦。老爸骹做的虽然凊头啊舞甲大粒汗、细粒汗。个经过歌手组的指导，无偌久，嘛拢甲暗时要困的厝起甲真舒适啊。好 ，OK， 感谢。好，阮阿你家己也读完，啊，阮啊，起到遮后壁。暗顿是一个家庭出几项仔菜公家，所底有油麻卤、火锅、炒卵、冬粉、沙青菜、水果、
顶顶，毋若澎湃，青草搁好食。食饭饱了后，我看大家，我看你大家要休困的时间，搁有一寡人芳，我就去甲放伫咧车顶的吉他摕来弹，含阮某做伙唱几条歌劳节一下。本来搁惊讲囡仔歌，阮平常时无咧唱，流行歌嘛毋知倒一条，大家较兴听。加再听一个唱落，唱歌嘿，歌一个唱。加再歌一个唱落，大人囡仔拢足捧场，唱完一条，马上就有人搁要点另外一条。对台语老歌《望春风》唱甲即两冬长情的浪子回头，搁对大人点的一支小雨伞，好，安是不是爱接落去？来换迄个 Carol。对大人点的一支小雨伞，向前行，就甲囡仔上爱的Let It Go，Baby Shark， 音乐确实真奇妙。几条歌唱落去了后，人甲人之间敢若着风流，甲搁较活络。有几若条歌拢是大家做伙合唱完成的。我常常想到，伫即个囡仔讲台语稀罕甲要绝种的年代，会使熟悉遮济坚持台语老友记，实在真难得，真感动。好，感谢。好，顺着你帮他压尾。我唱煞，时间嘛换，囡仔嘛差不多好困啊。有几个家长甲按公照，就趁囡仔困去，小少着家己的嫌。天道，迄是天道 ，TNT 天道，就是帐篷啊，天道。小少着家己的天道外口16月啊。哪看天气，哪开工来结束，即个快乐的一天，总是路程比我所想的搁较好耍，诚多，嘛是诚适合带囡仔最好参加的活动，而且佫是甲饲囡仔，而且佫是甲饲囝啊！你会去迄种，我甲你讲，对即种字吼，迄若毋是要考试吼，我根本袂插伊安怎写的。我就一定饲囝，我袂饲囡仔，我就饲囝。囡仔是你的囡仔，是我的嘛。啊，所以带囡仔饲囝，你看卖顶悬是迄个带囡仔，伊的囡仔内底是一个女字啊，啊囝内底是一个子啊。啊，当然，我就讲对我来讲，我其实嘛无一定有遮尔斟酌。反正我袂讲带囝，我会带囡仔；我会讲饲囝，我袂讲饲囡仔。我是安尼分啦。啊，当然，伊才就是有分辨嘛。啊，伊你直要去有迄个牵去啊，你就会丢伫遐。妄参课，反正你继续。饲囝的观念，带囡仔。有意识接近的友情最好，搁较有意思。刷落来，若搁有人来招，我绝对要搁报名。好，这是，因我毋知各位朋友知毋知，因正迄两阿某是算啥唱歌的吧，就是有咧行音乐路啊啥，啊因就是台语路的成员的款。啊，当然即马最近一两个月吧，名声较响的当然是因的理事长嘛，因
可能嘛有接受文化部的算邀请是安怎？就是有一寡吼做啥，台语意识的培育讲座是啥？所以因的理事长过去即个日吼，8月即个日看到伫新闻看到几个场的迄个分享会啊演讲，按其他的人当然有人有无共的功能，还是无人无共迄个啥工课吧。尤其因因敢若嘛有用一个 YouTube 迄，因敢若生3个囡仔的款吧。因就是讲有一届带囡仔去坐火车，囡仔头届坐火车去宜兰，因去宜兰的民宿嘛，淡仔大嘛，就讲真做安怎讲，就敢若伊所写即个啥游记的内容所讲的，就是有遮尔济坚持台语路的家庭，你请囡仔，其实有当阵讲起来心酸呐，现在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家庭数目是差不多700万至900万嘛。也毋过有伫坚持讲台语的，或者是有咧讲台语的家庭，因讲敢有3000个。当然有当阵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互你拄着看到的，也是讲根据统计研究有一个数量。也毋过台语即个语言是现主是还佫算活咧，只是活甲诚辛苦，就是讲嘛，20岁以下的人，剩1%的人咧讲嘛，迄1%，敢若遮个台语家庭伊就占偌济去啊，顶偌济去啊，其他的当然有当阵无一定会拄着啊。我毋知各位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因为文章当然是每一个人的迄个叫做啥，用字用词，甲伊的开口，甲伊的习惯，含你含我含咱无一定相款。当然咱咧读念的时阵，我就讲，为着要甲家己的腔口扣倒来，当然去读念迄个家己的腔口，这绝对是无问题。毋过就是，迄个台语的字词话句，伊就是有伊的叫做啥？金华教授讲迄个变调变改嘛，当然即马我就讲迄个啥，伫听因报台语新闻时，就感觉，以我个人来讲，听到啥爱叫啊你，不过这无法度啊，这对大人来讲，当然是伊变成讲即马30岁以下的，甚至35岁以下，对因来讲，台语就是一个外国语啦。伊要学到。家己讲家己臭屁的，就是伊要讲到我安尼吼，伊若无下决心、下苦心，连续操1年，可能真困难。毋过伊的拍拼袂是空的啦，因为若准讲伊原的拍拼，准讲无我讲啊遮流利，毋过伊后壁的人，对吧？伊的时势，伫迄个环境，伊自然去学着啊，只是现主是较悲哀、较不幸的，就是都讲嘛，20岁以下剩1%的人咧讲台语尔。这个部分我是感觉，咱会晓讲台语啊，继续努力拍拼，我是安尼想啦。好，我毋知咱台里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路尔，几啊坑遐，我敢有去过几届吧。想要甲你回应一个头拄咧饲囡仔、带囡仔、饲囝，即个讲法，即个用字甲用词，囡仔甲囝即个用词吼，其实饲囝有带囡仔、饲囝，即是拢会使讲拢是一种生活语言的一部分。比如讲，咱一般来讲饲囡仔、饲囝，你会较接，每一个拢有每一个关系吼。但是咱有一个俗语，毋是安尼讲。饲囝义务不好应该咯。好啦，以上甲你回应，头拄咧饲囝出。感谢。迄个，你看，爸母饲囝无烧饭票，还是无啥，无论慢慢吼。囝饲爸母，照算长安尼吼。就有嘛，对，算应该算有吧。PNG 长，饭 PNG 嘛，对无？NG 迄个的音嘛。所以，爸母饲囝无论饭，较济嘛，你食你也食落拢互你，对无？囝饲爸母照算长，
啊，为啥拢伫我遮食？那无去倒？就讲什么两兄弟啊、三兄弟啊，拢啥？到目前啊，阿姑人晓，是阿姑人，我袂记，就是拢，因为当初现代社会到即个时阵啊，2026年，因为有遐部是毋是咧推送一条做啥物载体老化晓，载老化啥物会吧？就讲你叫时大人一直去车步边安尼，有当初想嘛，真心酸啦，拍拼一世人啊，煞到即个坎站煞会互安尼刷来刷去，赶来赶去安尼，就敢若拄只报名老师所写迄个阿星伯啊，96岁生日迄天完成人生的愿望，啊，中是讲啥物，遐个囡仔拢大汉啊，伊敢讲请几个，啊，结果拢去到外国，啊去住迄个阳明之家的时阵，煞拢无人来行骹到，有当阵啊。当然，当事者的心情想法，咱是无一定知啦。啊，伊讲，当然有当时嘛是讲互别人听嘛。啊，毋过至少我感觉以第三者来看，感觉敢若会有迄种心酸嘛。啊，即马台语的即个部分，咱伫咧至少感觉，咱伫咧坚持讲台语的即个动作的时阵，环境无一定有对咱遮优先。吼，莫讲囡仔，甚至连大人有当阵啊。你想要讲你的台语，就随去用碰讲，啊讲较哩哩落的，逐个你莫讲好无？来讲，你讲国语我听得懂啦。所以这变成讲，是毋是咱家己要安怎去甲咱的意识建立安尼啦？我毋知我是安尼想。好，毋知咱台个朋友各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要问这高边讲是若是。囡仔困是安怎？吧，囡仔困吧。所以伊是原调是第2调哦。对啊，囡仔困啊，无伊原调是第3调，安尼无毋对嘿。我看迄个什么肖拉丽老师，伊介先是改本调写第2调。还有我要安尼我写的笔记无毋对。还有一个是讲因伫路名，有一个叫做텐도。텐도是迄种啊 ，TNT 啊，就是帐篷啊。所以迄个物件有足侪种讲法咧。较幼路的吼，拄只玉林读的吼，啥物？伊当然中文汉字是内脏外脏嘛，毋过内脏外脏，你要直接甲迄个汉字读到台语 ，OK 啊，应该是知影迄是咧啥，迄是咧讲啥。所以当然就是有诶人吼，可比讲，我凊彩袂讲，第368个乡镇市区的某一个乡镇市区，对来讲，伊讲价迄个部分呢，吼布棚是路边摊啊，也是请人客是搭咧路边的迄种的物件，布棚。毋过实际上，我著讲嘛，单头单尾就是针对共一种物件，伊有可能有无共的称呼。为怎有无共的称呼？可能是因为无共的专业，无共的年龄层。或者是无共的区域，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南部地区，有可能无共的。总是你伫写的时阵，就准讲你伫写迄个瞬间，你混毋着去啊！混毋着，若准讲你知影混毋着，当然，个一个是讲，准讲你知影混毋着，你无爱甲别人讲你混毋着，你就继续安落去，嘛是一种方法嘛。你若知影讲混毋着去啊，你甲天道甲天棚甲布棚混毋着去，你知影混毋着去的时，迄个瞬间看你要改无嘛？看你要改无嘛？就我拄则讲的嘛，咱目前迄两个词迄个词的两个读音就敢若两种。虽讲讲伊的数学的排列组合会使有4种，毋过咱即马就是十全大补汤嘛。理论上，今仔日进前袂有第2种声音啦，就是十全大补汤。
啊，做了有10层无？有10层无？啊，你看，即明明共款的2字汉字，伊煞总共4个读音。啊，毋捌的人，伊是毋是有可能组合出第3种音？我就讲嘛，今仔日以后，伊竟然甲迄个第3种组合出来的声音，互伊第3种意思，谁讲袂使？谁讲袂使？现主是当然，你伫字典顶找无嘛？字典顶目前就敢若10层甲10全嘛，对无？袂有第3音嘛，目前的字典顶嘛。啊，谁讲袂使互第3意思？哪会袂使？只是你家做出来了，有人要对你用无嘛？有人要对你用无？若准讲有人要对你用，安尼即个事就生出来啊嘛，就生出来啊嘛，这无啥物问题啊。我是安尼想啊。当然，即个物件，我就讲较悲哀、较伤心的，就是啊，讲台语就无法济啊，要安尼去做新书，一直教他，一直教他。你伫做顶悬，即摆可能较少吧。竟然有人讲啊，无人安尼讲的啦，安那。理论上，学任何一个语言，你的程度若有到一定的水准的时阵，你一定会嘛，一定爱嘛，一定需要做新事啦。当然，你咧学习的时阵，一定是拢看现主时的字词典、文本，也是人写的物件顶悬有啥物货，你去接受，你去记，甚至甲背起来，还是你甲抄20遍，迄绝对是学习的过程。要毋过，当你到一定的程度了，我就讲嘛，伫咧读台湾万有录内底有偌侪，伊直接甲日文的汉字照入来变做中文的。除了这掠我卖算以外，伊嘛有一寡词，伊就是会去创造出来嘛，对无？一寡四字词，吼，佮讲山崩地利，伊敢袂使用其他的字，谁讲袂使？天长地久，谁讲袂使用其他的字？看你的才调啊！啊，你做出来遐字词，字词顶就是找无啊！你是作者，你上大啊！谁讲袂使？咱过有一寡目前为止，一寡叫做啥？食无三杯硬菜，讲无三句台语的，就直接碰到就大声来讲啊！没有人这样子讲的啦！我即摆讲你听说袂使啊！你那样讲谁听得懂啊？头一摆听无，我解释互你听嘛，对无？天道是啥？我就甲你讲嘛，就是 TNT 嘛。啊 ，TNT 翻到中文啥？有讲帐篷，还是讲啥？我毋知啦。反正我先听到是帐篷嘛。对，你第一个听到毋捌的，我解释互你听嘛。你咪甲我讲到第3届，你搁听无？啊，那呢我就歹势哦，讲我粗的，我就甲你当作狗咧吠啊。来，你录安尼哩。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即个312期嘅台湾通讯广播，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嘅朋友做伙来听，感谢台下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